高端写甲真大字，这是国产疫苗拍拼的成果。虽然伫国内通过 EUA， 不过由于积极伫国外做3期试验，即马有好消息。伫巴拉圭3期疫苗临床解剖试验成功，得到巴拉圭核准 EUA。消息一日出来，股利股票起到265块。高端昨公布解剖的结果，讲这个疫苗安全的耐受性真好，中和抗体效价对照组 AZ 是3.7倍。嘛验证什么症的人拢无影响。台湾职工药中研院有因应病毒变种上好武器。它如果一直突变，这个抗体就会慢慢的减低效果。但是我们的疫苗的设计不止抗体，你要引起 T 细胞去攻击它。对，那用这个当做疫苗，那它引发的免疫反应，不管是抗体或者 T 细胞是比较强。全世界头一支功效 mRNA 疫苗，搁登上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。这新冠病毒安怎演变拢有效，安尼敢是唔免烦恼啊？不可能说我打1针2针呢，就将来所有的病毒、新的病毒株都防掉了。它的好处可能是我可以不用那么快的再打新的疫苗，这个保护力说不定可以持久一点。我们希望可以拉长，不用拼命的打疫苗，那可能可以1年或甚至更久才打一次疫苗。病毒演化速度真紧，若要加入，袂说是3轮车、肉跑车同款。是讲台湾的新机表现，毋但领先全世界，更加立下疫苗研究的新阶段，嘛为国际社会再尽一份心力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